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 KOL 新潮流嘅第2堂。今堂我哋會介紹 KOL 拍攝唔同嘅影片嘅種類。我哋會介紹拍攝時常用嘅器材，包括基本嘅拍攝設備啦，呢啲器材嘅連接方法同正確嘅使用方式。另外，我哋亦都會簡單講解一下 Instagram、IG 同 YouTube 嘅基本功能，等大家可以了解平日我哋喺呢啲平台上面常見嘅影片類型。首先介紹一下基本嘅拍攝器材，我哋可以用眼睛睇到嘅、耳仔聽到嘅，同埋我哋電腦要處理嘅3個部分嚟區分。首先係眼睛所見到嘅攝影器材，例如相機啦、手機啦、webcam， 甚至係運動相機等等，都可以作為我哋提供畫面嘅輸入。喺使用呢一啲拍攝器材嘅時候，都要留意住環境嘅採光，因為環境嘅光度會影響到影片成像嘅清晰度。如果環境光線唔夠嘅話，畫面就會容易模糊不清，咁我哋就需要為畫面進行補光。喺呢啲嘅時候，我哋會用補光燈嚟令到我哋嘅主體畫面變得更加清晰，畫質亦都會更加好。另外，亦都要留意一下收音嘅器材。我哋手機嘅收音咪通常都喺機身上，如果拍攝嘅時候離我哋太遠，我哋嘅聲音會變得唔清楚，就好似我哋平時打電話，我哋將電話拉得越遠，對方聽到嘅聲音就會越細越模糊。相比起聲音，手機離開一啲對影像嘅影響唔算太大，只要稍為將畫面放大一啲都可以接受嘅。但係聲音嘅質素就好容易受到影響啦。如果冇接駁到額外嘅收音器材，收音嘅效果就會大打折扣。我哋亦都會介紹唔同類型嘅收音器材，例如無線收音咪、專業收音咪等等。除此之外，仲有一啲收音相關嘅配件，例如轉接線啦、收音擴音器等等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提升整體嘅聲音效果。至於畫面嘅剪接方面，我哋首先要收集好需要嘅素材，包括係影片嘅片段啦、音樂、聲效等等，然之後再進行後期嘅製作。要製作一條完整嘅影片，我哋會用到影片剪接嘅軟件同硬件，甚至係一部功能比較強嘅電腦。雖然而家嘅手機、平板都可以編輯影片，但係要處理細緻度高、畫質清晰嘅影片呢，電腦嘅效能、顯示卡同圖像處理晶片就變得好緊要啦。電腦效能越高，剪接影片嘅時候就會越順暢。去到呢度，器材之間嘅連接應該點樣開始呢？因為我哋使用嘅設備種類好多，未必有一套好統一嘅操作方法，所以我哋第一步可以先睇下唔同設備嘅說明書。說明書通常都有清晰嘅指引，教我哋點樣去連接唔同嘅器材。第二步就係準備所需嘅線材同轉接器，常見嘅有 HDMI 線啦、DP 線啦、Display 線等等。因為唔同裝置對接頭嘅要求都唔同，有啲設備出廠嘅時候會附送線材，但係如果缺少咗嘅話呢，就要另外購買啦。集齊咗線材、器材之後，記得要先熄咗電源，然之後接駁線纜。連接完成之後，亦都要確保線纜插得穩固啦，避免喺用緊嘅時候鬆脫，以保障影像同聲音輸出穩定。檢查無誤之後呢，就可以重新開啟電源進行測試啦。接下嚟我哋會簡單介紹一下 Instagram 同 YouTube 嘅基本功能，而呢兩個都係目前非常流行嘅線上平台。咁創作者可以用嚟創作同分享內容，亦都可以用嚟同觀眾互動。而 IG 即係 Instagram 啦， YouTube 就係我哋熟悉嘅影片平台。咁兩者之間其實有啲咩分別呢？ IG 係一個以短影片為主嘅平台，用戶係可以錄製同編輯由15秒至3分鐘嘅影片。佢嘅編輯工具提供咗好豐富嘅內容素材，好似音樂、特效同濾鏡，幫助大家提升影片嘅吸引力。喺 IG 上面有好多人會分享自己嘅創意內容，
亦都會透過留言、限時動態、投票等等嘅方式去同觀眾互動。用戶最主要會用嚟分享自己嘅創意內容，亦都會做好多唔同類型嘅互動。而 YouTube 咧就係一個全球最大嘅影片分享平台啦，支援長影片同短影片嘅內容，亦都可以提供直播嘅功能同多種嘅編輯工具，等創作者可以用嚟建立自己嘅頻道，吸引訂閱者同觀眾嘅互動。去到呢度，我哋簡單介紹咗 IG 同 YouTube 嘅主要功能。喺呢個課程嘅主要嘅目的就係教大家踏出成為 KOL 嘅第一步。唔知大家想製作乜嘢嘅影片呢？我哋先從大家平時睇影片嘅習慣開始講起啊！你哋平時睇開邊一類型嘅影片呢？喺 YouTube 或者 IG 上面，你會見到好多唔同類型嘅影片，當中劇情片就以故事情節為賣點。呢一類嘅影片係好多內容嘅創作者同演員提供咗宣傳自己嘅創作同表演嘅機會。第二就係開箱片啦，大家喺購物嘅時候都會上網去查詢想買嘅產品資訊，會想了解一下佢嘅功能啦同實際效果。而開箱片呢，就正正就提供咗呢一啲嘅資訊，介紹產品嘅功能、使用方法同埋佢哋嘅優缺點。甚至佢哋會比較唔同嘅品牌啦、型號啦，等觀眾咧更加清晰知道佢哋想買嘅嗰種產品嘅性價比，從而作出更加合適嘅消費選擇。第三就係綜藝片啦。綜藝片係一種由藝人參與各種嘅遊戲啦或者挑戰嘅節目形式，內容咧就以互動同趣味性為主嘅。呢一類嘅綜藝片咧，一般嘅製作成本咧都相對地好高嘅。例如有一個 YouTube channel 啦，就曾經製作咗一個嘅綜藝節目，動員咗超過100位嘅參加者同好多嘅幕後工作人員。節目中咧係有8位主要嘅成員啦，佢哋唔單止咧要佩戴呢一個嘅運動相機啦，亦都有專人拍攝佢哋參加遊戲同挑戰嘅整個過程。單單係攝影師都需要至少8人。另外仲有服裝師、化妝師等等嘅專業團隊，人力嘅需求咧係非常之大嘅，所以呢一類型嘅影片嘅製作成本咧都真係好高㗎。另外一個類型咧就係生活嘅分享片啦，俗稱 vlog 啦或者 video blog。呢一類型嘅影片咧就好似視覺嘅日記啦，記錄住創作者嘅日常生活。好多 YouTuber 同埋 KOL 咧都好中意製作呢一類型嘅影片，因為呢一類型嘅影片能夠拉近直播主同觀眾之間嘅距離，令觀眾更加貼近佢哋嘅生活，增強熟悉感同親近感。另一類咧就係二次創作嘅影片啦，例如咧係為一段影片重新配音。呢一類型嘅配音片呢，就會利用現有嘅畫面作為素材，移除咗原有嘅聲音之後呢，透過剪接同重新錄製對白，重新演繹出新嘅情節同故事內容，帶俾觀眾熟悉嘅畫面嘅新鮮感同趣味性嘅體驗。另外，而家比較流行嘅訪問片啦，包括係人物專訪同埋街頭訪問。旨在係了解當前社會嘅趨勢同名人嘅故事，而呢啲影片呢，通常都會圍繞特定嘅主題去進行深入嘅探討，令觀眾更加全面掌握時代嘅動物同社會嘅觀點。另外一類呢，就係手工嘅教學影片。呢類型嘅影片呢，專注喺技能嘅示範啦，同埋操作嘅教學。例如大家想煮嘢食嘅時候，可能會喺 YouTube 上面揾相關嘅影片，然之後一步一步跟住教學咁樣去完成菜式。除咗煮嘢食之外啦，手工嘅影片亦都涵蓋住學習音樂、軟件操作同埋手工藝品嘅製作等等嘅各類技能，方便觀眾按部就班咁樣去學習唔同新嘅技能。現時比較流行嘅影片類型之一呢，就係評論片啦，例如時事評論片啦。呢一類型嘅影片呢，通常呢都會剪輯唔同嘅新聞片段，或者加入創作者嘅一啲個人嘅觀點，對於事件去進行分析啦同討論。
另外有一啲嘅創作者咧，亦都會透過二次創作嘅方式咧，加入配音啦、特效啦、一啲戲劇化嘅處理咧，嚟用一個生動嘅形式嚟去呈現評論嘅內容嘅。另外一類型咧就係報導型影片啦。呢一類型咧係比較新興嘅新聞報導嘅形式。呢類型嘅影片就好似香港電台嘅鏗鏘集節目咁樣。透過專業記者嘅採訪同剪輯，深入探討各類嘅社會議題，內容亦都包括好多唔同人物嘅專訪啦、生命故事啦，或者分享一啲實用嘅知識，例如職場嘅心理學同埋其他生活相關嘅主題。另外仲有好多唔同類型嘅表演影片，例如唱歌、跳舞、樂器嘅演奏或者係才藝嘅展示等等。呢啲嘅影片咧，主要係為觀眾提供一啲視聽嘅享受啦，可以幫助大家放鬆心情、舒緩壓力，同埋滿足大家嘅個人興趣嘅。最後就係直播片啦，呢類型嘅影片同頭先介紹嘅影片都唔同，重點咧就喺直播主同埋觀眾之間嘅即時互動，例如係直播帶貨啦，或者有一啲係 DSC 嘅放榜打氣活動等等。好強調咧觀眾嘅即時嘅參與同埋回應嘅呢一種嘅互動嘅方式咧，有助直播主啦同觀眾之間嘅熟悉感同埋親密感。我哋今次嘅影片就到此為止啦，我哋下堂見啦。本影片由嶺大長者學院提供內容及製作。